路加福音灵修默想，路加福音第6章1节到16节。耶稣宣告伊是安息日的主。路加福音第6章第1节，有一个安息日，耶稣对卖园经过，伊的门徒摘麦穗，用手揉来食。有一寡法利赛派的人甲因讲：“恁是安怎做安息日袂用得做的代志？”耶稣因讲：“恁敢毋捌读着大卫甲缀伊的人巴肚枵的时所做的代志？伊入去上帝的殿，摕献祭的饼来食，嘛互缀伊的人食。即款饼只有祭司才通食。”耶稣甲因讲：“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另外一个安息日，耶稣入去会堂教时，伫遐有一个正手揢去的人，有一寡经学士甲法利赛派的人伫长单看耶稣伫安息日会甲伊医治啊未，通找空芳来告伊。耶稣知因伫想什么，就甲迄个手揢去的人讲：“起来，来徛伫中央。”伊就起来，徛伫遐。耶稣对因讲：“我问恁，伫安息日做好事，还是做歹事？救性命，还是害性命？倒一项下律法？”耶稣就一个一个甲因看，然后对迄个人讲：“手伸出来。”伊照安尼做，手就复原。遐个人非常受气，参详要安怎对付耶稣。有一日，耶稣出去山里祈祷，通暝对上帝祈求。天光的时，伊叫门徒来，对因中间竞选12个，称因做使徒，就是西门。耶稣阁甲伊号名叫做彼得，甲伊的小弟安德烈、雅各甲约翰、腓力甲巴多罗买、马太甲多马、阿列菲的囝雅各，甲称做激进党的西门、雅各的囝犹大，甲后来出卖耶稣迄个以斯加略的犹大。默想，今仔日的经文，耶稣佮甲宗教领袖起冲突。这摆主要是伫讨论安息日的律法。迄当时的犹太宗教领袖认为，遵守律法是敬畏上帝的方式。尤其当犹太人经历受掠，佮倒转，因相信遵守律法会互人佮民族拢受祝福，佮通避免犹太子民佮再受上帝的刑罚。耶稣用捡麦穗佮医好手孤大的人来提醒宗教领袖，上帝看重的是仁爱佮怜悯，赢过干那是听叹佮顺服。上帝的律法是一个原则，毋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仙丹。尤其生活中的真侪情景，拢是介复杂，常常需要判断佮勇气，才通回应人真实的需要，佮呈现律法的精神，实现上帝的心意。伫你所踮的教会群体，有啥物款规定？有当时颠倒是主动人领受上帝的恩典咧。了后，耶稣竞选12个使徒。这个使徒并无啥物了不起的宗教地位甲社会身份，
这提示咱，上帝国是开放予所有的人，无看任何群体，是对每一位愿意跟对耶稣、心灵谦卑的人拍开。若今仔日耶稣出现伫你面前，你感觉伊敢会来呼召你，成做伊的门徒咧？咱三甲来祈祷，亲爱主耶稣，感谢你显明你国度。你毋但遵守律法，嘛成全律法，带来疼甲怜悯。求你帮助阮，用你的眼光来看待别人的需要，佮勇敢来回应，实现上帝国的精神。也求你帮助阮的教会，伫遵守规范的时阵，嘛会当搁较要意达人心内的需要，互恩典甲怜悯来充满，无互传统来阻碍的人领受你的疼。奉耶稣基督的名，阿免。